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川河，欢迎各来到目仔观察。这是一个对台中发声的金融训练节目。中生五梦，咱做伙用母语讨论国际大事。黄金现货价落1.1%，报每盎司4151块美元，盘中捌冲到4244块美元，是10月21号以来上悬。主张大港利息的鸽派大战鹰派，市场大势三温暖。白宫经济委员会哈塞特，伊讲伊若做会的主席，会积极降利息。亚特兰大会的波斯提克宣布退休，互市场感觉川普总统的影响力更加大。不过后来，旧金山会的 Billy Carson 释出鹰派言论，金价压回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